間去到咁上下就會發現咧，Chiikawa真係推出過好多商品㗎，唔止係公仔。公仔我都可以等再販啊，但係絕版嘅周邊小物咧就真係好可能唔會再出㗎啦。呢條片咧就會話俾你知4個方法入手Chiikawa嘅中古品。先去睇下咧日本嘅中古店可以揾到咩寶物，跟住咧我會分享一個好方便嘅新方法，就算喺香港咧都可以輕鬆買到中古好物啊！首先咧就嚟到進河屋啦，咁進河屋咧係動漫迷一定知道嘅連鎖中古品商店㗎啦。咁咧有好多Chiikawa公仔啦、小物啦、盲盒同埋景品都可以喺度揾到嘅。佢嘅優點咧係每一個價錢牌上面都有好詳細嘅商品資料，包括系列嘅名啦、發售日子啦、原本嘅定價啦，同埋甚至放售人嘅全名啊，感覺上都幾有保障嘅。咁當然就係缺點，因為佢有咁樣嘅服務啦，咁所以價格咧都會相對比較貴一啲嘅。不過今次我去到進河屋秋葉原站前店嘅時候咧，佢就咁啱做緊優惠啊，咁所以咧大概有7至8折到嘅折扣啦。咁折咗之後，感覺上都冇咁肉痛嘅。咁第2站咧就係嚟到 Book Off 同埋 Hobby Off 啦，咁佢哋咧就係同一個集團嘅中古品商店啦，一樣都係連鎖嘅。咁有啲分店咧就會有玩具同埋各式雜貨啦，就好似小擺設啊、扭蛋啊、figure 啊咁樣嘅。咁有耐心嘅人咧都可以喺度揾到好嘢嘅喎。不過咧今次去呢間店選擇就比較少，公仔咧都只係有景品啦，而且小物嘅選擇都唔算太多。不過咧，價錢可能相對就冇咁貴嘅。當然缺點就係商品嘅資料就唔會咁詳細咁寫喺價錢牌啦。買嘅時候咧就未必知佢係幾時出同埋係屬於乜嘢系列，咁都有少少難去評估佢原本嘅價值嘅。第3站就係嚟到 K-Books 啦，其實同頭先嗰2間咧都幾似嘅，咁但係秋葉原呢間嘅Chiikawa小物咧選擇都幾多，而且價錢都唔算好貴。同埋以前嘅景品啊、福袋入面嘅公仔啊，甚至一啲已經絕咗版嘅公仔都有。咁如果經過嘅話咧，都可以嚟尋下寶嘅。嚟到戰利品開箱嘅環節啦，咁最後咧，我係喺進河屋買咗Chiikawa除草紙巾套啦，同埋一個福井地區限定嘅恐龍鎖匙扣，仲有喺 Hobby Off 買咗一個Usagi搭甲蟲仔落地下嘅立牌啊！最開心咧係買到呢個紙巾套啊，因為佢其實係2021年出嘅景品啊，用唔使4000 yen 就入到手，成功追到入坑之前出過嘅嘢咧，真係好開心㗎。最後一個想介紹嘅方法咧，亦都係可能喺香港嘅大家最容易可以做到嘅方法，就係 Mercari 啦。咁 Mercari 咧係日本最大嘅2手網購平台，已經有12年嘅歷史㗎啦。上面有超過1億件超高性價比嘅商品，中古啊新品都有。咁而家咧佢已經正式喺香港上線㗎啦。最開心嘅係佢可以有以圖搜圖嘅功能啊，就算唔識日文咧都可以揾到自己想要嘅周邊，直接 upload 張圖就得㗎啦。界面咧係有繁體中文啊，同埋俾錢咧都可以支援信用卡。咁記得揀返 Mercari Global Shipping， 配送慳錢又方便啦，仲可以去到指定嘅菜鳥驛站嗰度。咁講到入坑之前出過嘅咁多款系列裏面，其實我最鍾意就係遊樂園系列啊，因為除咗畫風好靚啦、細節好多啦、黐仔表情多多咧，都令到我好心動啊。但係可惜咧，呢個系列嘅小物實在係已經絕咗版啦。咁呢款遊樂園系列嘅磁石咧，我就係咁樣喺 Mercari 上面揾到嘅。咁佢嘅保存狀況超好啦，而且佢價錢咧都唔係比原本貴好多。咁其實我喺香港200幾蚊，連埋運費手續費咧就已經可以入到手啦。咁喺呢度咧有少少 tips 想俾翻大家嘅，就係大家購物之前咧要睇清楚買家嘅評價啦，盡量咧就唔好揀新嘅賣家，而係揀有實名認證同埋交易數量比較多啦，仲有高評價嘅賣家。同埋另外咧，就盡量唔好揀啲咧反覆係咁賣同一件商品啦，或者反覆係咁用同樣嘅商品圖片，或者淨係用官網圖片，完全冇實拍圖嘅賣家，呢啲就盡量唔好幫襯啦。同埋咧，如果價錢遠低於市價嘅商品咧，呢啲都伏伏地㗎。咁以上3點咧就要盡量避免啦。咁最後咧就係想分享下啦，有啲人可能會介意二手啦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入手中古品唔單止係環保呢個原因啊，其實係發現到好多絕版嘅好物㗎。
即使咧我已經入坑咗2年幾咧，都仲係有啲商品已經絕咗版好幾年啦。咁夢寐以求嘅遊樂園系列，而家竟然可以就咁用手機就輕鬆揾到，都真係好驚喜啊！咁大家下次去日本咧，都可以試下行以上3間推薦嘅中古品商店啦。同埋喺香港咧，都可以試下用 Mercari，用心水嘅價錢入手到ちいかわ中古小物，全部都可以靠晒自己啊！如果鍾意呢類型嘅教學片咧，就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 like 支持我哋啊！